今日分享馬丁一個問題啊，馬丁前面嘅顯示屏全部係同一樣嘅，嗰啲個中間嘅掣板啊，嗰個顯示屏全部都係咁反出嚟嘅。困擾車主一個好大嘅問題呢，中間顯示屏就卡死咗，入邊嘅畫面乜都按唔到啊。雖然話呢個屏入邊嘅嘢我哋幾乎都唔會用啊，但係最多係聽下歌，但係連呢按 FM 按所有嘢呢，全部都冇反應啊。所以呢個車主覺得好唔方便啊。咁呢其實好多人呢判定為呢個中間嘅面板啦，甚至都按鍵掣有問題啊。我哋之前都寄過出去整個維修，俾人檢查過，都發現呢版嘢最後都係冇問題嘅。原來主要嘅原因呢，就係後邊嘅座椅嗰度有一個導航電腦啊，我哋過去睇睇。原因呢，其實呢就係呢個後邊座椅嗰度有柄導航電腦啊。呢間導航電腦呢，其實係一間台灣公司幫佢出嘅，一間叫佳明，大陸叫佳明嘅電子手錶啊。唔知大家有冇戴過呢隻手錶啊？我哋只要換上呢個二手嘅電腦，跟住再加上編程呢，呢個問題呢就基本解決啦。而家準備裝好，自己試先嚇。OK，個電腦依家搞掂咧之後咧，其實依家好正常啦。啊，觀看地圖係啦，觀看地圖都出翻嚟啦，好流暢啦，依家變得。Nice。除咗呢台車要解決呢個卡機嘅問題之外呢，我哋仲有一個大保養嘅項目啊，咁包括全套嘅點火線圈同埋啲火嘴啊，全部用馬丁嘅原廠配件嚟噶。咁呢加上個大保養嘅機油呢，都係用 Mila 阿津馬田廠指定用嘅機油啊。所以有需要維修馬丁嘅朋友啊，可以後台諮詢下我哋啊，有好多馬丁嘅問題，我哋都可以解決得到嘅。